大家知唔知經過完地獄之後係去到邊啊？就係去到天堂啦。經過咗 Welcome to Hell 7期嘅洗禮咧，我哋最後一堂咧係 Walk to Heaven， 都係 double program 嚟嘅。唔知你喺最後嘅關頭咧，想唔想要一啲係更加貼近 DSE 試卷嘅操練嘅機會咧？又或者你已經做晒所有 past paper 㗎啦，係需要多啲更加高質嘅卷、modify 嘅卷、future paper 去操咧？定抑或你想同係大量其他學校嘅考生 ，AKA 其他高手啊，一決高下嘅機會咧？歡迎嚟到歡迎嚟到明道經濟最後嘅貼題班天堂操卷班。我哋天堂嘅操卷班咧，一共係會操4份 full set 嘅卷啦，而且會拍齊晒所有 MC 同埋 long cut， 逐條嘅解題片嘅。我哋 long cut 咧，除咗會係拍解題之外咧，我哋仲會逐條嘅俾分，係教大家點樣幫自己改，點樣剔埋自己嘅卷嘅。操嘅4份分卷入面咧，無論題目嘅深度同埋廣度咧，全部都會照顧晒嘅。4份分卷咧係會涵蓋晒成個 DSE 所有有機會出嘅內容同埋考核嘅範圍嘅。題目嘅難度咧係比 DSE 難丁丁咁多，但唔會過分離地咁去難嘅。喺最後關頭咧，幫大家操好你嘅狀態。過去所有0上5星星嘅學生，上屆咁多位5星星學生全部都有報讀，你仲等咩啊？我哋上堂見。